是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2月22，旧历的正月11，礼拜一。后来今仔日这个学校开学咯，学生要入去学校进前，爱先来磅体温，若超过37度半，就要到另外设立的防疫的休息室，请家长来带回去。台北市的副市长黄珊珊早起到吉林国小看小朋友开学的状况，讲台北市各学校今年防疫的物资比去年搁较充足。包括酒精、洗手乳等等，拢有一年的库存。也毋过休一个过年，爱搁开始来读册咯。真侪小朋友拢真懊恼。今仔日开学，所有囡仔拢爱先消毒、量体温，才会使入去上课。拖着行李箱啊，搁跟一大袋文具有淡薄食力。开学第一天，囡仔和家长体力和精神拢要未恢复。没有很愉快，为什么？因为要上课，不想上课。刚过完年马上就接着上课，所以他们应该也不太适应，我们大人也不太适应啊。跳洗手舞来恢复精神，学生的体温若是比37度半搁较悬，就要入去防疫休困室，等家长来接。连便所拢特别设伫外口，就是为让病毒有机会进入校园。进到学校的健康中心，带您来看看小朋友的开学防疫物资。可以看到，在口罩部分，吉林国小有19000片是非常足够的。那另外在洗手乳、酒精还有漂白水也是非常足够的。校长说呢，这些防疫物资可以用上1年没有问题。通常都是半年到1年的安全储备量。现在其实我们在安排的是将来所谓的疫苗接种的程序，那也要跟学校这边开始做一些规划。校园防疫计划照计划来实施，学生囡仔嘛要先修心，好好上课来迎接新学期的挑战。